好啦，現在係台下問答時間。請問台下有冇同學有提問？各位先，各位。大聲啲嚟。我想問，咁有兩條問題想問嘅。咁我有聽你節目嘅，咁你就即係講新聞自由嘅時候就講意見領袖啦。咁我想問你認為意見領袖，即係你嗰陣時又講係閉系嘅教授馬嶽同埋蔡子強係其中兩位意見領袖啦。咁你覺得意見領袖喺普選裏邊扮演到啲咩角色？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即係關於本土運動，咁你一上堂都成日都有一個問題就係諗唔通嘅就係、究竟乜嘢先至算係一個真正嘅香港人呢？即係香港人個主體性喺邊度呢？即係而家見到有單程證來講啦，有雙非啦，就算有啲土生土長香港人都因為民建聯啲蛇齋餅種會即係俾中共統戰到嘅。咁我哋而家要爭取一個屬於香港人嘅普選嘅話，咁究竟什麼才是真正的香港人呢？最近香港大學個學院咧嗰個封面故事咧就係香港民族命運自決 ，OK？我覺得港大學院嗰啲同學咧就佢都緊貼呢一個成個香港嗰個思想發展嘅脈搏，係嘛？當然我哋具體而微嚟講就係而家香港人咧有啲排外嘅心態同埋一啲排外嘅行為，咁呢個係有好多因素所造成嘅，唔單止係自由行 ，OK？或者爭取呢個單程證嘅審批權，或者而家我哋坐地鐵可以逼多兩班車，係嘛？等於即係好多好複雜嘅因素，係咪？同埋香港政府嘅人口政策等等，係嘛？都造成而家香港人即係慢慢開始嗰個所謂 self-determination 呢種咁嘅即係意識開始出現，係咪？香港其實就唔係好歧視人嘅 ，OK？ 香港係憎人富貴厭人貧嘅啫，我話俾你聽啦嚇，香港係一個好功利嘅社會，即係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千秋萬世嘅，講緊係基本法規定有50年不變，咁英國人統治嘅時候係嘛？呢個資本主義嘅社會嘅特色就係大家即係鼓勵大家追求利潤即係每個人都一定有個追求利潤嘅動機，然後個社會先至會有得發展，經濟先會成長係嘛？咁令到包括啲大學生在內都係好功利㗎啦，老實講係咪？讀書又係考試最緊要係嘛？唔考嗰啲唔好教我，對唔住係咪？即係你而家中學已經係咁啦，係咪？即係大家已經形成一種我成日講嘅叫功能性思考，你係冇一種所謂結構性思考嘅，可以唔講原則，冇信仰，不談理想，唔需要，最緊要 work 唔 work 咁啦 ，OK 係嘛？咁而家我咪發現你民主派唔 work 咯，大佬係咪先係嘛？點樣先叫做一個香港人？其實好簡單嘅，我講過好多次嘅，香港人不分先後，無分新舊 ，OK？ 你只要係香港永久居民，係嘛？然後你服膺我哋香港嘅一啲核心嘅價值觀念，同埋捍衞呢啲咁嘅核心價值，咁你就係香港人啦嘛，啱唔啱啊？係咪先？你幾時嚟唔重要係嘛？我哋唔可以話先嚟嘅就歧視後嚟嘅，呢個講唔通嘅。只要佢係香港永久居民就得㗎啦，係咪？然後佢服膺我哋一啲即係核心價值，主要就係言論自由、廉能政治 ，OK， 同埋司法獨立，呢幾個都係我哋要即係喺香港而家唯一可以仲仍然即係未全部散晒嘅嘢，係嘛？民主政治亦都冇分地域性嘅，係咪？佢個本質都係一樣。你個內容可以唔一樣有啲係即係多黨政治，有啲係兩黨政治，有啲議會政治，係咪？有啲總統制，有啲內閣制，係咪？但係佢本質係唔會分法，係呢個香港嘅東方嘅西方嘅冇本質係一樣嘅，人民的統治，反對的自由，好簡單，係咪？呢個陳獨秀喺佢覺悟嘅時候晚年，佢已經話俾大家聽，民主政治最重要嘅就係要有反對派。呢個係陳獨秀晚年嘅時候大徹大悟得出嚟嘅一個結論。任何冇反對政治嘅嗰種民主政治都係假嘅，係嘛？我哋而家香港民主政治係嘛？究竟係咪反對政治咧？我哋呢啲叫反對派嘅喎，點俾人叫激進派喎？我哋呢啲大佬有幾激進啊？係咪？咁當然比起何俊仁嗰啲，我哋梗係激進啦，係咪？我哋搞到禮崩樂壞，令到成個立法會，然後呢個湯家驊寫過好多篇文章㗎啦，最近又寫一篇，自從黃毓民做咗立法會議員之後，呢個立法會都唔知係咩嚟嘅，係嘛？咁樣辱罵官員都得嘅，咁
咩唔得咧？我想問下佢點解唔得咧？係咪？咁佢哋呢班民主派就咁嘅理念嚟㗎嘛？我哋講道理嘅，唔係大聲嘅，唔應該鬧人哋狗官，係咪？唔可以用啲咁刻薄嘅詞語，譬如我叫佢做689，佢唔叫我收回；我叫佢梁匪振英，佢一叫我收回啦。OK， 係嘛？答咗呢個香港人嘅問題啦，係咪？另外咧就係、香港嘅民主好簡單啫，我哋係即係本土，所謂本土運動而家大家都明係咩㗎啦，係嘛？一定係排外嘅咧，講難聽啲，而家已經係咪？我哋要維護香港嘅核心價值，係嘛？同埋所有嘅嘢都係香港優先，冇得傾。呢一個已經係即係大家必須要認同嘅。佢唔係歧視人，係嘛？我哋係唔同意嗰啲民主派講話本土派歧視或者法西斯。你可以講你個普世價值，我講我嘅即係本土，冇抵觸嘅，啱唔啱先？你睇所有喺歐洲呢啲所謂社會民主政黨，嗰啲中間偏左嘅政黨，所謂左翼，佢都係在地嘅大佬，係咪？都係本土嘅，係咪？佢有講普世價值，但係佢都係本土為主嘅，係咪？佢不能夠跳脫咗嗰個本土嘅立場嘅。我哋好多謝一個人叫陳文咯，係咪？一個書生喺個面書度寫文章，可以形成一個好有系統嘅本土運動嘅理論基礎，係咪？我最近又要幫佢一本新書搞呢個新書發佈會，佢而家係我嘅導師嚟嘅 ，OK， 我係佢 fans 嚟嘅，所以我都俾人話法西斯。一個書生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但係你一定要有成個客觀環境造就咗佢先得㗎嘛，係咪？佢就係一個書生嚟嘅啫嘛，係咪？但係點解一個書生講城邦論、講本土運動，而家可以變成即係一個即係已經係一個潮流嚟嘅，係咪？大家唔好睇少幾個盲毛喺度拖劫，係咪？如臨大敵嘅嗰個西洋菜街，係咪？同一日有6000人遊行，啲差佬冇乜所謂，因為呢個係和理非非，係咪？但喺西洋菜街有幾廿人拖住個篋就如臨大敵，係嘛？再對上一個禮拜，啲人喺廣東道驅蝗，哇！大佬，特首行出嚟講嘢，司長行出嚟講嘢，3個局長行出嚟講嘢，跟住《環球時報》連續一系列寫文章，話你香港人心理不平衡，因為而家大陸有錢過你，佢唔知噏乜，我哋嘅人均收入38000蚊美金，佢1萬都未有，點解你有錢過我啫？係咪先？係咪啊？而家大陸發達啊，我哋香港人心理不平衡啊，咁我都唔知佢噏乜。跟住又話，又有一種恩主心態，我落嚟關照你嘅喎，沒有我你水都沒得喝，啊！沒有我們來消費，你香港經濟就垮了。大佬啊！有一次我記得喺個事務委員會裏邊講嗰啲即係啲牛肉啊、豬肉啊，係嘛？俾五豐行係咁壟斷啊嘛，咁幾個大陸佬喺度同我哋辯論喎，係嘛？咁我咪講咯，你們斷我們的奶，我斷你的水，不給我們買奶粉，水都沒得喝。我話阿哥，你個東江污水越山來啊，你這個是污水啊，我花很多錢買你的污水啊，喝你的水我才不想喝了。海水化淡唔得，你斷我的奶，我斷你的水，咁我斷佢嘅奶，因為限奶令，你就斷我嘅水，哇！真係啲貿易係互通有無嘅，大佬。而家成個大陸嚟香港自由行佔我哋成個生產總值係3% 都唔夠嘅，成個旅遊業佔香港成個經濟生產總值係4%，有75% 嘅人嚟自中國大陸，咁即係75乘以4%，3% 到嘅啫，大佬好多錢啊！如果你東莞唔係掃黃，深圳、珠海唔係掃黃，我哋入去使錢嗰啲肯定多過你嚟香港使錢咧，係咪？而家掃黃嘅大鑊啊，掃到酒店又冇生意，的士佬啊嗌救命，係嘛？餐廳又拍烏蠅，幾大鑊？呢個經濟問題佢出現嚴重嘅經濟問題，因為掃黃，我哋香港就驅黃，佢就掃黃，係嘛？經濟唔係咁樣嘅，大佬，唔係你大 hit 我啊！
啱唔啱？係嘛？嗱，香港人慢慢開始明呢一度咧，當然要加上我哋呢啲人喺度煽風點火啊，係嘛？講下呢啲嘢啊！我而家落街就講呢啲嘢㗎啦，人哋拍手掌嘅，原來一講呢啲嘢，你知唔知啊？係咪？喂，大佬，我哋而家食生老病死都有問題，我生又冇地方生仔，係咪啊？老咧就冇安老院冇護養院，死就冇骨灰龕，病又而家要收你錢睇病，生老病死都有問題，係嘛？喂，你啲雙非孕婦嚟生仔就搶我啲醫院床位，生咗個仔之後就搶我尿片奶粉，個仔大咗之後搶我學位，哇！呢啲人幾啱聽噏呢啲係咪先？呢啲感動人心嘅大佬。嗱，但係真正唔係講呢啲嘢咯，我哋係要維護而家我哋嗰個核心價值，唔好受到破壞。最重要係呢樣嘢，係咪？頭先秀儀講嗰個即係香港人嘅尊嚴，當然呢個非常之重要嘅。但係你話你同佢拗，你冇違反基本法冇用嘅。所以點解我2、3年前已經提出就係全民制憲重新立約，要推倒重來。OK？我哋嘅主張，我喺立法會嘅發言，喺動議辯論裏邊亦都講過，喺我哋呢一篇即係呢一本書仔裏邊，我哋個基本立場我都講咗嘅。我哋係要求成立一個制憲委員會，解散呢個政府，解散立法會。個臨時政府就由公務員統治香港，管治香港。譬如假設為期9個月至1年，9個月至1年修憲成功，選行政長官，選立法會。嗱，有人話我哋呢啲主張係革命嘅，咁你公民提名都係革命嘅，冇分別嘅啫，係咪？咁啊睇下你要邊樣啊，係咪？公民提名佢話你違反基本法，你都係有革命嚟嘅。我而家話全民制憲重新立約推倒重來，又係革命嚟嘅，全世界都有啦。而家英陸都係看守政府啦，係咪？喺大選之前，佢政府個議會被解散，係嘛？政府成為臨時政府，佢係人民選出嚟嘅，英陸都係。係嘛？有好多國家都係咁樣㗎，換政府嘅時候修憲，係嘛？執政黨落台，解散國會，如果係內閣制咁簡單，重新選舉，咪日本成日都係咁啦，係咪？歐洲啲多黨政治成日都係咁啦，係嘛？但係你香港人係唔明呢個道理，仲有因為有大陸，唔係有共產黨喺度唔得，做唔到嘅，佢實唔俾你做嘅，咁你公民提名佢俾你做咩？一樣唔俾你做。所以我哋必須要將嗰個理想定得遠少少，係嘛？橫掂都係革命㗎啦，係咪？今日做唔到，聽日做；聽日做唔到，後日做，係咪？你都係要做，為咗我哋下一代，你都係要做。所以我哋提呢個全民制憲，喂，96年前線已經提啦，劉慧卿嘅前線，係咪？而家先變咗和理非非㗎，嗰陣時卿姐幾犀利啊，係咪？又瞓街又剩，又提出全民制憲，係咪？而家先至係咁樣俾人羞辱。唔係我羞辱佢啊 ，Cutson 係咪？當然 Cutson 係按我意思羞辱佢嘅，係有得入閘屎都食，你兩條友滿嘴屎係嘛？即係點解要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咧？係咪？你欠香港人啊，大佬！你嗰陣時瞓喺度就贏啊，揸住民主派3個字就係咪？而家開始知死啦，係嘛？2012年地區直選攞得4席，係咪？08年民主黨加埋劉慧卿總共攞34萬票。有8個直選議席。2012年民主黨攞24萬票，唔見咗10萬票，得4個地區直選議席。我帶住人民力量去選18萬票，加埋社民連27萬票，成個激進派，真係講笑喎！你估真係咪？喂，咁嘅形勢你都睇唔到嗱，雖然而家分裂咗啦，又話我走咗啦，我最中意分裂嘅啦，你知係咪？咁但係細胞分裂啊嘛，分裂之後仲大咗，睇唔睇到啦？我可以話俾你聽，我唔係水晶球，但係2016年嘅選舉一定係本土派喺呢個立法會選舉裏邊，本土派一定可以贏。OK， 然後呢啲本土派係包括現有嘅激進派轉型成為本土派。社民連就唔會轉㗎啦，因為得阿國冇個革命馬克思主義國際派冇所謂，佢嗰個位又穩如泰山，係咪先？係嘛？但係其他激進派，你一定係要轉型變成呢個所謂本土派嘅。所以最近陳偉業都喺度轉型變本土派，幾激啊佢而家係咪先？係嘛？驅王啦，就嚟香港變晒蝗蟲世界啦咁，哇！同佢哋以前嘅主張完全唔一樣，冇辦法，形勢比人強。
OK 係咪？就係咁啦。我講少少本土派嗰啲啦，即係成個選舉，即係無論係民主又好，即係講到而家個政制發展都好，你立足香港好難做嘅，即係唔扎根本都好難做嘅。即係我諗即係我哋個主張，即係我哋政綱都有寫啦，即係我哋係限制自由行，我哋係支持嗰個攞翻單程證審批權啊。即係呢樣嘢體現自治嘅。如果你自治一個框架入邊，即係你香港人冇 say 嘅，咁點咩自治咧？即係我哋嗰個立場咧，即係我諗成個民主派或者成個議會其實都要諗嘅，就係你如果你個議會唔係 serve 香港人嘅，或者你唔係扎根本土嘅，其實你即係我覺得係你個議會係為邊個服務咧？即係我諗特別係最近啦，即係無論係區王又好，或者係講到去拖劫又好，咁你個政策問題啊嘛，你自由行嗰個問題出咗事，你叫人去拆凳，你叫人去逼爆東鐵，一個平方米企得6個人，我今朝搭地鐵，一個平方米4個人都唔知企唔企到，咁根本就係即係好根本就你個政府係為邊個服務啊？同埋自由行嗰個人數，你5000萬，你嚟緊10年係旺佢1億喎，一日都成20幾萬人喎。香港邊度地方可以容納得咁多人咧？仲要個個都係即日來回都逼爆東鐵啦，起碼大學站呢度一定係上到車啦，日日都。咁所以你到最後你1億就講啫，你貢獻嗱公理啲 GDP 佔幾多？同埋你個產業單一咗嘛，即係你零售業最尾咪又落翻地產商個袋，即係最尾到你香港人你攞到啲錢咩？咁所以我哋個立場好簡單，就限制自由行，促進呢個多元嘅產業，即係呢個都係本地，呢個都係本土嘅政策嚟嘅。即係我諗就係無論係海水化淡又好，去到呢個即係我哋全部嘅差唔多，我哋都係認同。即係一啲政策係應該由翻香港人去自給自足咯，就係本土農業啊，我哋都係支持啊。即係本土嘅發展啊，無論係講緊地產規劃啊，無論係講緊產業規劃，全部都應該以香港人嘅發展為依歸。係啊，收緊呢個專才啦，收緊優才計劃，咁呢啲全部都係應該要做嘅。係同埋呢個即係專才，大家都知啦，即係你公司一請大陸人或者請外國人，係一請就有得做啦。一請佢就可以落嚟做夠7年，咁佢就居港權㗎啦。咁所以呢個計劃係唔公平㗎嘛？點解香港都唔會專才啊？點解你唔擺多啲嘅香港多啲教育資源啊？點解而家香港個教育學位仲係得即係15000個？點解而家仲係即係你對比喺其他地方？即係我記得我以前同我官記傾過偈，佢話我哋唔會加學位嘅，因為咧入讀人數下跌啊。咁所以咧，第時咧喺呢個人數不變、入學人數不變，但係呢個即係就讀人數下跌嗰陣咧，咁呢個慢慢一個比率咧就會升到2成幾㗎。跟住大佬2成幾都唔係一個發達地區可以接受嘅水平啊！同埋而家嗰個選舉嗰陣聽過唔少人就係話副學士幾咁弊，同埋副學士上到嚟讀 degree 讀2年制，咁呢啲都唔係即係正常嘅大學生活啦。咁所以你喺一個教育政策又好，或者喺唔同嘅政策都好，甚至係講經濟政策或者政治方面嘅發展，你唔本地化或者唔本土化嘅話，根本就即係你係回應唔到香港人嘅需要。我哋嗰個政綱又寫啊，都會發展觀，我哋就係要從一個城市嘅角度出發，去睇香港嘅需要，睇香港人嘅需要，去審視翻全盤嘅嗰個政策嘅問題咯。即係我哋講緊排外嘅即係我哋排外某程度，即係原則上係唔支持嘅，但係你政府係應該要反省下點解今時今日會咁多呢啲事件㗎嘛？即係唔好一味又喺度譴責人，或者一味又喺度鬧人即係我好唔認同嘅，即係形容人左膠右膠法西斯啊、納粹啊，我好唔認同嘅。咁但係你政府係應該諗清楚點解自己俾人鬧入地獄啦，起碼。其實因為頭先聽你講你全民制憲嗰一個啦，咁我諗應該係兩方面啦。全民制憲其實第一係為咗
本土，即係捍衛本土啦。第二就係為咗民主啦。咁其實本土嗰方面嘅話，我會好認同嘅。但係民主嗰方面，我就諗到一個問題咯，就係喺做一個政治決定嘅時候，會有啱同埋認受性高呢兩樣嘢啦。咁全民制憲的確係可以令到個憲法認受性高同埋政府認受性高，但係佢會即係可唔可以 guarantee 到佢係一個啱嘅政治決定？因為每一個人都會以自己嘅利益為先咯。但係對於制定一個地區嘅制憲嚟講，係其實應該以大眾嘅利益為先咯。咁如果全民制憲嘅話，就會有一個技術性嘅即係問題出現，就係佢可唔可以確保到佢係一個完全係一個正確嘅即係 right 嘅 political decision。嗱，其實我哋嗰個唔單止係一個構想嚟嘅，因為我哋都會有啲論述啦譬如我答你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分兩個部分啦。第一個全民制憲呢個規模比較細嘅咧，就係我哋淨係修改基本法一啲我哋覺得即係話必須要修改嘅部分啊。第一就係政制，第二就係22條、23條、24條呢啲係嘛？22條同24條咧牽涉到嗰個即係居港權啊、入境嘅問題。OK， 23條咧就係即係牽涉到我哋嗰個所謂政治權利啊、言論自由啊咁啊。即係呢一個係先做呢一個部分嘅修改。至於其他經濟其他社會啊嗰啲制度啊各方面咧，嗰啲就唔使喐佢嘅。咁呢個係一個規模比較細。第二咧就個前提必須由香港人去做。嗱，過去基本法嘅草擬咧係由人大常委會，然後嗰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咧就係以大陸嘅起草委員為主。咁啊部分即係嘅席位就俾你係香港人。咁但係到最後投票決定嘅時候，就一定係大陸話事嘅，係咪？咁呢個咧嗱，當你即係話香港呢個特區要成立嘅時候，大家或者可以理解，因為佢要恢復行使主權 ，OK？ 咁你定一部咁嘅基本法，都仲勉強講得通。好啦，你實行咗一段咁長嘅時間，你個基本法係要需要修改嘅 ，OK？ 然後當你基本法需要修改嘅時候，你就要修改埋基本法裏邊有關修改基本法嘅條文 ，OK？ 然後將佢係俾翻香港人去做。呢個就係我哋提出嘅主張，好清晰嘅呢個係。然後你要設立一個修憲委員會。然後呢個修憲委員會由香港人組成，係咪？第一定要有嘅就係有民意基礎嘅民意代表，譬如立法會議員民選嘅 ，OK？ 佢係呢個修憲委員會嘅委員，跟住就學者，中立嘅學者 ，OK？ 跟住各個界別有位代表，咁你組成一個涵蓋全香港，係咪？主要就係以民意代表啦，同埋一啲憲法嘅學者啦。係咪？即係等於當年中華民國憲法草擬嘅時候都係咁樣嘅啫嘛？你明唔明啊？係咪？包括中國大陸係咪？當時第一屆人民政府嗰個所謂全國政治，即係中國人民即係個政治協商會議都係咁樣嚟嘅啫嘛。所以中油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嘅政府係好民主嘅，嚇你睇共產黨嘅成員率比例係最低嘅，係咪？但跟住就變咗啦，係咪？所以呢個係唔係？可以反映到所有嘅人嘅意見，咁你呢個就係通過嗰個修憲委員會定咗啲議題出嚟，咁大家去討論咯，係嘛？等於而家好多國家都係咁㗎，係咪？咁呢個唔會有個出現一個話即係好難揾到一個共同嘅意見，等於當年美國獨立，係咪？北美13州開制憲會議嘅時候鬧咗幾個月，學你話齋。我就維護德州嘅利益，你又維護邊個州嘅利益？大家去嘈參謀嗰啲制憲代表，到最後大家有個共識 ，In God we trust。OK， 所以成個美國憲法精神你睇到，就係一個對人嘅不信任，人係靠唔住嘅，一定係要制度化。所以美國嘅制憲先輩，包括傑弗遜啊、富林、克林啊、華盛頓呢啲人，佢哋全部有一種反省嘅能力。所以美國點解戰後個總統一蟹不如一蟹，有幾垃圾就幾垃圾，但係個國家係一天比一天強大。佢係一啲改正錯誤嘅制度啊，大佬。英美兩國嘅民主政治最大嘅一個特色就係佢有自己改正錯誤嘅制度咁啊，大佬。你民主淨係民主制度冇用嘅，係咪？
佢有一種自我完善，有個自己去改正佢錯誤嘅制度喺度。因為佢嘅權力分離咧，嗰個制度係做得好透徹嘅。議會都分兩層，眾議院、參議院，係嘛？任期都唔同，係嘛？總統就還總統選舉，議會就還議會選舉。經常會出現嘅總統係民主黨，跟住議會嘅多數黨係共和黨，互相制約。另外仲有其他制度嘅制約。成個美國憲法係一部剛性憲法，本文不動，要通過修正案。呢個就係我哋一般俗稱你讀政治嘅權利法案，係咪？佢就靠咁樣慢慢去自我完善啊嘛，係咪先？香港而家呢本基本法嘅最大嘅問題，最早嘅時候大家對佢有信心咧，有兩個原因。第一，80年代初中英聯合聲明，即係中英談判關於香港前途問題嘅時候，係中國有史以來最開明嘅時代，即係講共產黨統治1949年。當時嘅總書記係胡耀邦，總理係趙紫陽。OK， 呢個係80年代初。80年代初北京之春啊，記唔記得？胡耀邦就係咁樣落台，後來變成89民運，係咪？我哋最不幸嘅就係喺中英談判嘅時候，係中國最開明嘅時代，所以聯合聲明係嘛？即係大家都可以接受咗中英聯合聲明嗰個，即係對香港嗰個前途嗰個所謂嘅嗰個所謂共識。跟住基本法嘅草擬係based on中英聯合聲明，但係基本法草擬嘅後期啦，基本法草擬係80年代中，基本法草擬嘅後期到咗要定稿嘅時候發生6四慘案，係嘛？所以呢個基本法就有少少走樣啦，係咪？就咁樣嚟嘅啫嘛。今日英國佬90年代就要還政於民啊，唔搞政改啦，彭定康嚟95年全部嘅立法會、立法局都係選舉產生嘅，係嘛？仲有個民選成分好強嘅，包括呢個功能組別都整個新九組俾你睇下，記唔記得95年？所以95年係民主派大勝嘅時候，不過2年貨仔落車 ，OK， 係嘛？97年就有個臨時垃圾會，我記得又係喺中大同劉兆佳辯論龍門陣，嗰、那個係1995年，我喺中大，啲學生搞咗個龍門陣。佢請咗啦，好似正係啦，係咪？劉兆佳嗰陣時未做官，佢嗰陣時係呢一個特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委員會嘅政制小組召集人之一，佢提出臨時立法會嘅，我話俾你聽。於是就出現2個立法機關97年啫，一個喺深圳開會，立法局香港開會，跟住通過嗰啲法案就搞到我而家有案底，公安條例啊嘛。係咪？我而家觸犯嗰條公安條例，如果唔係臨時立法會，我就冇罪嘅，大佬，係咪？你哋都係啊，一樣有機會，係咪？未經批准嘅集會，咁呢個就犯法㗎啦。咁我而家咪有案底，本嚟冇案底嘅，係咪？呢個就係臨時立法會啦。所以大家睇下嗰個過程，你就知道，我哋一定要堅持。我哋而家呢代做唔到，你哋都要去做，係咪？你將嗰個制憲權俾翻香港人，嗱有啲人話唔係喎，香港唔係個主權國家，唔需要大佬啊，咁你全世界你加州唔都叫加州國啊？係咪？人哋都係自己制定法律㗎嘛，係咪？你聯邦憲法係咪？佢都係自己一個獨立嘅政治實體嘅，基本上係咪？呢個係唔會變成港獨嘅，係嘛？當然呢個就係會陳雲嗰個理想啦。聯邦制啦，邦聯啊，由城邦跟住變邦聯啊 ，OK？ 台灣、香港、澳門係一個獨立嘅國家嚟嘅，到時係獨立嘅邦 ，OK？ 獨立嘅城邦，跟住就變邦聯，嗰、那個就大中華，呢、這個就係我哋陳雲老師個偉大構想 ，OK？ 係嘛 ？Anyway， 都係要人民當家作主啊嘛，個基礎就係咁啊嘛，係咪？當然我哋要爭取。做唔做得到另外一回事，即係等於我喺5區公投，我提出5區公投嘅動議辯論嘅時候喺立法會，我記得我演辭裏邊其中有一句就係咁講嘅，我話歷史上所有重大嘅事件都係由烏托邦開始，以現實告終。邊一件唔係？共產主義革命係咪烏托邦？到後來咪變成現實咧？歷史上所有嘅重大事件都係由烏托邦開始，以現實告終。個關鍵就係
參與嘅人嘅力量能唔能夠成為推動嗰個烏托邦變成一個現實，就係靠參與嘅人。今天香港嘅民主亦都一樣，係咪？我哋喺香港即係爭取民主幾廿年都眨下眼，係咪？搞咗幾廿年啦，我哋都未攰啦，係咪？即係我都未攰到要睇厭女係嘛？佢話佢攰喎，係嘛？我都未攰，係嘛？咁冇理由你哋嗌攰噶嘛？你未必一定要同意我嘅主張，係咪？你可以提其他嘅主張，係嘛？都得，冇問題嘅，我覺得係可以討論嘅嚇。我想問咧，因為我年紀我都唔細，我想問咧，黃遠或者毓民你講啲咧個 objective 都係啱嘅。咁但係我想問咧就係點樣達到呢個目標？我哋而家講緊係2014年年初到2017呢3年期間，你點樣調動啲群眾 motivate 啲群眾？除咗呢班學生之外，咁社會一大扎，佢哋基本都係揾食開發嘅。咁如果用你啲方法，咁你係一個目標嘅話，咩叫目標咧？就可以做得到先叫目標，做唔到嘅唔叫目標。咁你近期、中期、長期咩 roadmap 可以做得到咧？嗱，我哋呢個有啲人話好理想啦，譬如有一次楊明同我講，毓民全民制憲真係行唔通嘅喎，大佬冇得搞嘅喎。咁我話我呢個係主張嚟嘅啫。我想問，你應該好清楚中共嘅手法，中共會唔會喺香港用佢啲咁樣做法？佢梗係唔會容許啦。而家你最溫和嗰個主張佢都唔容許啦，係咪？好簡單，你冇講到我哋呢啲叫咁激進啦，係咪？你而家講公民提名，佢都已經話你違反基本法啦。政黨提名又唔得，一定只係提名委員會嘅啫，係咪？咁你又同佢講冇得講，一定係要同佢反台嘅喎，係咪？咁你嗌反台，我哋唔夠佢嚟喎，大佬佢財雄勢大，人又多，咁冇得講啦。咁我哋咪大家跪低。至少你喺意志上不能跪，成唔成功一回事，呢個非常重要嘅。你連個意志都跪埋，冇得搞。大家俾啲心機讀書，溝下女，識下男仔，係嘛？跟住揾錢，咪咁咯，係嘛？有咩好做啊？至少個意志不能跪啊嘛！我哋而家成日講嘅就係意志唔可以跪啊嘛，係嘛？即係不可奪其志，係嘛？你個志都俾人奪埋，都冇㗎啦，係咪？而家我哋講緊你呢樣嘢，即係等於當年我哋推動5區公投，啲人講話唔得啦，冇得搞嘅喐埋，俾人辭職嗰啲人，係咪？咁到最後咪一樣成功，係咪？雖然我即係 outcome 係好唔理想，咁唔理想係非戰之罪喎，大佬。係你建制派全面杯葛，跟住你民主黨抽我哋後腿，咁冇得搞嘅喎，係咪？你諗下，如果今次嘅公投，所有民主派嘅支持者出嚟投票超過100萬票嘅話，我呢個唔係力量啊！好啦，我疏屈咗之後，我俾你睇到呢啲力量，跟住你仍然係要令到香港嘅人冇民主嘅，按你嗰套做嘅，咁佢都要承擔後果。但係如果我哋連呢步都唔行嘅話，我有咩籌碼嚟同佢討價還價咧？即係等於對於戴耀廷佢講佔中，喂，個精神上我哋一定係支持嘅，即係話你用公民抗命嘅手段去爭取呢個民主 ，OK 冇問題，係嘛？但係而家到最後搞咗年幾啦，講咗，咁你幾時佔中咧？點樣佔中咧？係咪？而家民主黨又入營列，即係學校點樣俾人抬，係嘛？點樣揾眼嚟人哋咁？喂，大佬啊，要一鼓作氣㗎嘛！一攞咗個議題出嚟就大家衝上去，係咪同佢死過？仲有啲癱瘓晒成個中環嘅要，你唔可以做好似嗰啲賓妹咁禮拜日去佔咁，平時唔佔咁，係嘛？你一佔就係好簡單嘅啫，中環幾條主要嘅交通孔道，你瞓咗喺度，佢就已經玩完㗎啦。仲有唔係一日啊，講緊可能係一個禮拜、一個月，係咪？你而家你呢班佔中嘅即係發起佔中嘅人同埋搞佔中運動，你有冇而家俾一啲即係方向我哋同埋具體嘅做法？點成喺度 D day？ 大佬啊，中意去大學又 D day 係嘛？咁多口水做咩啫？幾時做啊？嗱，我而家話俾你聽，諮詢就嚟完啦，跟住好快咧，今年係年中，佢就要將一個政改建議攞上去北京，然後人大常委會確認，跟住攞翻落嚟就形成一個政改方案。2015年至個立法會表決，因為2016要選立法會，
所以你最遲2015年立法會嘅會期7月結束之前，呢個政改方案之所以立法會選舉嗰部分，你要喺立法會通過。我覺得佢係唔會分開兩嚿嘅，佢係因為即係等於我哋2010年即係民主黨出賣香港人，舉咗個政改方案出嚟，佢係要支持埋嗰小圈子選舉噶嘛，記唔記得啊？佢提嗰個係立法會嘅選舉方案，新增即係10個議席功能組別同埋呢個地區直選比例不變，照翻基本法。不過功能組別嗰度咧就由區議會嘅第2階別係嘛？只要你係區議員得到15個區議員嘅提名，就由香港登記選民，即係非傳統呢個功能組別嘅選民以外嘅所有嘅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OK 就咁樣嚟㗎嘛，係咪？佢話量變質變啊嘛，哇越嚟越多，跟住我就93%推翻佢功能組別啦。咁我成日同佢講笑啊，不如你加入共產黨推翻共產黨啦，係咪？到2016年，佢哋而家都冇一個方案出嚟。究竟喂，如果你話要根據基本法，佢就係比例不變，你冇得喐，係嘛？又唔係我減少功能組別，我增加呢個直選議席，一定唔得。所以即係我當然係悲觀嘅 ，OK， 但係悲觀就唔代表唔做，係嘛？你往前睇時間好緊迫，諮詢即係政改諮詢就嚟結束，咁政府就而家就會整理啲意見，跟住就講佢嗰套，係嘛？跟住佢就會形成咗一個政改方案，主流意見就認為都應該有提名委員會嘅，咁啊，好啦，咁啊對上去北京啊，咁至於呢個所謂立法會選舉咧，基本上係會不變嘅 ，OK， 最多少少修補，但係個議席都唔會變，我覺得係咪？咁而家民主黨咧就話，取消嗰個即係超級區議會，大佬你提佢，而家佢叫取消，係咪？無論點都好，係咪？個時間係非常之緊迫。2015年7月之前，嗰個政改方案就要立法會表決。OK， 如果通過咗，咁就係2016、2017兩個選舉辦法，係嘛？有啲人話呢一個係一個終極政改。終極嘅意思就係話行政長官終於有普選啦，咁所以有一個終極方案，就往後幾十年咧，行政長官即係2047之前都係咁樣選㗎啦，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我哋係咪要去爭取嗰個即係公民提名係嘛？至少我哋嘅底線係嘛？或者政黨提名，如果佢民主成分比較強嘅，咁冇辦法啦。你呢個所謂退讓係喺呢個地方度退讓 ，OK？ 就唔係好似民主黨所講嘅即係三軌方案，不是缺一不可，係嘛？嗱，佢哋係詭辯嘅，佢話嗱，如果人哋話冇提名委員會，咁你話唔要啊咁你話會唔會啊？係咪？即係民主黨個詭辯就係我哋點解唔贊成缺一不可咧？咁可能缺咗提名委員會㗎嘛？話呢啲真係仲語言藝術過呢個689，係咪？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睇前邊咧，我係悲觀嘅 ，OK， 咁但係就唔代表我哋唔做，意志唔可以輸咗，係嘛？收言補充。我諗睇法都好似㗎啦，即係我諗我哋學生會嘅公投過咗，咁所以即係我即係聽日正式上任，咁我一定要跟翻個公投嘅結果㗎啦。我一定要跟翻公投結果，就係一定要有直選議會提名我話一人一票選嘅提委會，我話呢個政黨提名，總之一定要有公民提名，係啦。咁呢個我哋即係學生會立場咁冇得變㗎啦，已經，除非有另外一次公投推翻咗啦，係啦。咁呢個立場冇得變之下，咁我哋梗係盡力做啦，冇理由話你即係我喺個立場上面，我哋係三軌制度收貨嘅咁。你缺咁咪正係就係唔係缺一不可嗰個咯？正係可以缺提委會咯，係啊。咁所以我諗就係民主派自己本身要諗清楚佢面對緊咩人啦。你民主好老實講，溫和民主派嘅跌票嘅上屆跌得唔少㗎。咁呢個係選民嘅俾佢嘅一個警號咯。如果佢咁樣都唔爭取真正嘅普選，或者仲係而家即係我會形容佢哋係即係仲係
扭擰緊啦，即係扭擰係未真係表示到佢哋真正嘅立場嘅話，咩都唔使傾。嗰個立法年度一定係出年㗎啦，一定係出年7月㗎啦。咁出年年頭咧，咁理論上就係應該交上去立法會表決，係啦。咁出年中係啦，出年中，因為以前我記得12年就10年6月係表決嘛，咁差唔多㗎啦，咁一定係出年年中㗎啦。咁所以公民抗命冇辦法㗎啦，即係你話而家我諗我哋都好悲觀。點會咁輕易應承你？喺冇後果之下，喺冇乜甜頭之下，佢應承你頂籠真係4大界別咯。退讓空間頂咗4大界別，但係保留4大界別係完全係唔符合嗰個民主程序嘅話，或者民主原則㗎嘛。即係你唔係一個即係一個具廣泛民意識代表嘅，而家啲20幾萬人選過1200人提委會嘅，你第時加就算俾你加到過百萬啦，咁另外嗰200萬咧？我而家香港講緊350萬選民喎，350萬選民你有得一人一票係票值均等之下選個提名委員會，你一係就1002票全票啦，一係就分開地區直選啦，一係就同立法會直選議員一樣啦，一係就區議會啦，再唔係就政黨提名啦，呢啲全部都係民主國家，民主國家冇提委會呢樣嘢㗎。係民主國家都唔會用提委會嘅嘢，香港簡直係行前一步啦！即係我哋即係點睇都睇唔明啦！即係其他嘢同你講外國例子，政改又唔使同你講外國例子嘅，係啦，即係國民教育就會同你講外國例子，話外國好多國家都教國民教育嘅，但係咧提名委員會就話我哋香港獨有嘅政治體制，咁所以咧我哋一定有提名委員會，咁樣係不成比例㗎嘛！咁所以大家要諗清楚究竟。呢啲係擺明語言藝術嚟喎，大家收唔收貨？即係冇一個抗爭嘅意志，或者冇一個真正嘅直接行動去逼政府嘅表態嘅話，一世都或者香港過2047年之後都唔會有普選咯。係，我又唔信有啲咩終極嘅，最多咪如果真係冇辦法，寧願唔食都唔好食錯嘢咯。係食錯嘢會死人嘅，但係你唔食咧，你唔食頂籠都餓親嘅咋。但係食咗一定會死人咯。咁我哋今日論壇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多謝兩位嘉賓抽空出席今次嘅春季政治論壇。現在有請政治與行政學系系會主席吳國成先生為我們嘅嘉賓致送紀念品，有請。首先有請黃毓民議員。有請張秀賢先生。